大家好，歡迎嚟到 Morning Channel，我係 Charles，今集想同大家講下多品牌經營策略。一覺瞓醒，去一粥麵食反碗粥同腸粉先。返工之前去公司樓下間 Starbucks 買返杯咖啡，醒下神。到中午食 lunch 啊，約咗個客去食 Spaghetti House， 環境唔錯，啲嘢又幾好食。到夜晚放工，屋企人話想去食上海嘢，見到有間上海露露，咁就行入去啦。食完返屋企，喺屋企樓下間美心買返包排包聽朝食。哈哈，我諗呢個生活情景有好多人都有試過，但係大家有冇諗過，我哋一日嘅所有飲食消費，其實已經貢獻咗俾兩個餐飲集團。香港一直都有美食天堂嘅稱號，的而且確，無論係中餐、西餐定係日本嘢、意大利菜，香港都應有盡有。但係你哋有冇留意到，其實好多唔同品牌嘅餐廳都係來自於同一個集團。我以前跟隨師傅做嘢嗰時，公司就係金鐘海富中心。金鐘返工可以有咩食？我仲記得嗰時地下嗰層真係俾大家樂玩晒，一大間大家樂，隔籬就有 Spaghetti House， 好似仲有間 Super Sandwich， 米線陣都有。當你以為有好多選擇嗰陣，有快餐，有意粉食，健康啲嘅想食三文治或者食米線，冇問題。不過無論你食邊間，其實都係貢獻晒俾大家樂集團。正所謂球證、旁證、足協、足總都係我嘅人，點同我鬥？有人做到風生水起，不過有人就做到執笠收場。呢一兩年，我諗令人最震驚同感到唏噓嘅就係海絲餅店同海皇粥店先後結業。網路上好多人都先後出過好多片去分析講解海絲海皇結業嘅原因。我今次就希望以多品牌經營策略去分析一下點解有人可以越做越大，海絲海皇就要走上末路。多品牌經營策略指一間企業喺同一市場或者不同嘅細分市場之中，針對不同嘅產品、服務或者目標客戶群體，創建並運營多個相互獨立嘅品牌。呢啲品牌擁有獨特嘅形象、定位、價值主張同市場策略，彼此之間既有差異又存在協同關係。從本質上嚟講，多品牌經營策略係企業基於對市場嘅細分同對消費者嘅需求多樣性嘅深刻理解。例如，消費者對於食物嘅需求存在種類、口味、健康、價格等等多維度嘅差異。其實當中以美心集團做得最極致，佢嘅品牌多樣性、差異化，分店嘅版圖擴展至全世界。快餐、港式、中式、西式、日式、咖啡店、麵包店，真係差唔多要乜有乜，品牌數量超過70個，而且佢嘅餐廳品牌都係極受歡迎。每次去食元氣壽司，如果遲咗咁飛，閒閒地等幾十至過百張，一等就以小時計。講開日本嘢，近一兩年興起嘅燒肉 like， 其實都係美心集團嘅特許經營嘅品牌。每一間嘅 Starbucks 都一定係座無虛席。而家可能因為各式各樣嘅茶飲店多咗，熱度消退咗。以前係金鐘返工嗰時，真係好多金領白領都會揸住一杯 Starbucks 返工，形象俾人一種高尚嘅感覺。美中鴨子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呢個品牌走中高檔路線嘅新式中菜，價錢其實唔平，不過每次行過都一定爆場。其實講開美心嘅中菜品牌，每一個品牌都係走中高檔嘅路線，好似翠苑、潮江春呢啲，係大埔工業區，美心就已經咗3間廠房，可想而知佢哋嘅需求量係相當之大。美心全球分店數目超過2000間，單係香港就已經有超過800間嘅分店。再細分落去，單計美心西餅同東海堂兩個西餅類品牌，
已經超過200間分店。海絲餅店就算係全盛時期，分店數目都只係50間咁上下。換個角度去諗，即係話假如美心嘅西餅類業務有問題，假設200間分店死晒，佢喺香港都仲有其他品牌600幾間嘅分店去頂住，至少唔會好似海絲咁樣一鋪清袋。如果你話美心全球性，又多品牌又多分店，太過離地，咁不如講下太興集團，細細地，市值都唔過10億，夠晒貼地。而且我真係見證住太興嘅興起，同有份俾錢佢發跡。我細個嗰時住喺太古，真係成日都會幫襯太興燒味。嗰時仲係一間位於西灣河泰安樓嘅一間鋪仔，可能陳永安先生都幫過我切叉雞飯都未定。所以我對太興都好有感情，哈哈。太興嘅品牌發展之路源於陳永安嘅仔陳家強，自2009年加入太興集團幫爸爸手。加入集團之後，立即成立咗 Tea Factory Concept 營運團隊，主力發展多品牌策略。有感食燒味可能難以吸引年輕人，所以就引入咗以台式食品為主嘅茶木。講真，茶木啱啱開嗰時，食正香港市場上台式休閒餐廳嘅空缺位置，靠休閒舒適嘅設計風格，加上買上超靚嘅食物，真係每次幫襯都要排成個鐘。佢嗰個雪糕多士每次都一定會叫來食，大家都會叫來影相打卡。茶木取得成功之後，再收購敏華冰廳嘅品牌，而創立出敏華冰廳。敏華到而家已經成為咗太興集團嘅第2主力嘅收入來源。太興集團係2024全年做咗32億生意，代落袋嘅純利都有6000幾萬，叫做有錢賺。當中主力都係太興燒味，整個集團38.2%做咗12.59億生意。敏華全年做咗8.86億生意，整個集團26.9%。茶木呢，全年做咗3.66億生意，整體11.1%。三大品牌咗整個集團75%以上嘅收入，其餘嘅貢獻就由其他品牌同業務去分擔。太興集團除咗太興、敏華、茶木之外，陸續發展出其他品牌，以連鎖形式出現嘅有粵式菜為主嘅錦麗，想食海南雞辣砂鍋啲嘅有亞參雞飯，食粥嘅又有靠得住。依間靠得住，我每次經過荃灣嗰間分店，都一定大排長龍，搞到我每次想食都冇得食。講到依度，我好憎太興集團一樣嘢，就係佢哋所有品牌嘅餐廳都一定要排隊等位，冇得 app 或者拎飛。雖然我都明白依個一個經營策略，不過我就係唔想排隊。整個太興集團自2024為止，全港連中國內地所有品牌嘅分店數目超過200間，當中有180間處於香港同澳門，當中太興有52間，敏華有41間，茶木有24間，三大品牌合共超過100分店。太興集團到而家為止其實仲係處於發展階段，將來嘅發展空間相當之大。海絲成立於1980年，前身係海絲餐廳，高峰時期連同另外2個副線品牌分店總數超過70間。究竟海絲嘅真正死因係因為投資磚頭過度，定係經營不善？今日就唔會探討。今日只會從品牌角度去分析。海絲餅店老闆娘袁雪全曾經講過，佢哋係一間有40年歷史嘅老字號，喺香港通常叫得老字號嘅都唔會有咩好下場，尤其係飲食行業，一個品牌太過歷史悠久，就會失去年輕性。隨住時代嘅變遷，新競爭者嘅加入，顧客口味同消費習慣嘅轉變，如果一間企業唔能夠發展出多元化品牌，或者令到品牌年輕化，呢個企業好容易就會走下坡。
香港只係一個好細嘅市場，一個餐飲企業由建立到慢慢崛起擴展，之後發展到高峰。不過點都會去到一個飽和點。同一個品牌係冇可能喺一個好細嘅市場入面無限擴張。去到呢個時期，一係發展到其他地方市場，好似蜜雪冰城咁，由國內發展到外地，唔係點樣可以開到4萬間。如果你唔走出去，又想繼續發展嘅話，創出新品牌就係唯一嘅出路。其實海獅係2015年都有發展新嘅品牌，半熟工房呢個品牌係由海獅太子爺蕭霆鋒所創立，主打半熟芝士撻，初時都真係萬人空巷，日日排長龍，一個月可以做到幾百萬生意。我都有幫襯過，不過坦白講，芝士撻同麵包唔同，你冇可能日日食芝士撻。依類產品以潮流為主，潮流一過，生意就難以為繼。係經營角度來睇，海獅分店由高峰期嘅70幾間，到後來縮減到20幾間，原因只有一個，就係分店嘅盈利能力有問題。海獅老闆娘係接受雜誌訪問嗰時，提過一間分店每個月可以賺10萬，如果以70間分店來計，一個月都成700萬落袋，一年成8000幾萬。如果有錢賺，又點會縮鋪？又點會怕銀行 call loan？ 成盤數咁靚，大把人搶住要添。如果海獅餅店最初可以係高峰期嗰時，創立其他餐飲品牌，建立好一個品牌聯防嘅壁壘，唔單止可以分散單一品牌嘅風險，更加可以令到成個集團嘅品牌地位提升。海皇粥店個死因其實都係差唔多，單一品牌防守力太弱，一做死咗個品牌就好難翻身。海皇粥店係1992年建立，高峰期擁有33間分店，至2025年結業前執剩7間分店，越做越縮，越縮就越輸，到最後盈利能力太弱，根本就冇資源去挽救或者再發展，就好似一棵大樹一樣，慢慢枯萎，到最後只有死亡。佢同海獅一樣，係中期都有發展下其他品牌嘅，係2006年嗰時創立咗支品牌海皇 Japanese， 不過定位唔清晰，而且同本來業務重疊，到最後都不了了之。做生意記住2個字壟斷，英文叫 Monopoly。我諗大家都有玩過大富翁呢個 board game，佢個英文名就係 Monopoly， 呢個名改得好。做生意想成功，一係壟斷成個市場，如果唔得，就要壟斷一個小市場。大家行商場嗰時，見到敏華，隔籬好大機會會見到錦麗、阿心雞飯。而家啲大型餐廳連鎖集團，基本上一個商場入面肯定都有4至5間同係嘅餐廳。今集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從以上嘅案例知道品牌多樣性、多元化嘅重要。大家鍾意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如果有咩想我分享嘅話，記得喺下面留言。拜拜。